個全球化嘅時代，乜嘢係你最獨特嘅身份認同？係語言，更係文化。當世界驚嘆於東方之美，當大灣區成為文化交匯嘅樞紐，一種全新嘅專業人才正被渴求。佢哋唔單止精通中文，更懂得點樣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。PolyUSB 中國語文及文化榮譽文學士課程，正係為培養你成為未來嘅文化溝通橋樑而設。我哋深信，真正嘅語文學習不應只停留喺書本。喺呢度，你將會發現一個不一樣嘅中文世界。我哋不僅有傳統嘅中國語言學同古典文學，為你打下堅實基礎，更有讓你耳目一新嘅特色科目。你可以喺武俠文學嘅刀光劍影中探索中國人嘅俠義精神，喺電影藝術嘅光影交錯入邊解讀現代中國嘅文化密碼。你甚至可以走進大灣區嘅歷史與文化，親身感受這片土地嘅脈搏。更重要嘅係，我哋着重兩文三語嘅實戰能力。你將掌握專業中文寫作同埋高級普通話，同時透過專業英語傳譯及中英對譯嘅訓練，讓你無論喺本地定係國際舞台都能揮灑自如。畢業之後，你將成為炙手可熱嘅跨文化專才，由政府嘅公務員、語文主任到跨國企業嘅傳訊、市場營銷，由文化機構嘅項目管理到出版社嘅中英文編輯，你嘅專業將係你最亮麗嘅名片。好多畢業生更加成功入讀香港大學、中文大學及倫敦大學等頂尖學府嘅碩士課程，繼續深造，手握全球百強大學、香港理工大學所頒授嘅學士學位。你所獲得嘅遠不止於一張文憑，你將擁有嗰份植根於深厚文化底蘊嘅自信，以及用雙語向世界溝通嘅從容